各党的支持者发着动选，为家己的候选人加油打气。但参与这届台南市长选举的可重性，确实伫2位工作人员的陪同之下，来到台南市选委会登记，呈现未少的反差。可重性伫4当前，曾经选过一届市长失利，4当后再次挑战市长选举。不过这次真无同款，因为有前台南县长苏焕智担任竞选总部主委，伊评估目前已经是3分天下局面。这一次的选情呢，因为苏焕智县长有行政经验，他来担任我竞选总部主任委员以后，这一次的确跟4年前不一样，现在已经是形成3分天下的趋势。针对台南目前面临的少子化、老年化以及家省的困境，可重性强调，如此就是需要挖靠再工化专业来处理。我们台南市现在所面临的少子化、高龄化、低薪化的经济困境呢，需要财经法的专业才有办法来加以处理。我在成大教财经法律呢，我4年前呢来参选200万保证金被没收呢，我今年又存了150万的保证金，是我成大的薪水呢我非常有诚意，想要用我的财经法的专业来来台南呢来解决少子化、低薪化还有老龄化、老人没有照顾的问题。可重性伫开放登记第3天完成市长选举登记，伊认为但是现在选举方式必须要改变，应该参照英国人同款，参选人一步一脚印，严格拜访。如此选举经费唔免济，当选了后也袂贪污，应该用安尼的方式改变台南的选举风气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